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。我是钟意群阿群妹，唔知下晡的哦，暑假大家又出去了无？啊，迄无计划可能爱较夹地会出现正月的哦。啊，不过无相关，下后啊还有动到2日做得出去了，比如讲嘛个半夜班的连假2日啦，韩国没有呀双10连假，大家做得规划做得出去旅游。啊，今日节目当中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，又有一本新出的旅游书。韩国也作者哦，我要真人动好发落去嘅，真好看家嘅动态，看伊去到哪了，我就会知道，伊从外面穷下去穷游，佢到一下去过嘅75个国家，系咪当到来掌声分享今日嘅来宾雪大家好，我係雪兒雪兒，我係桃園龍潭人。好，欢迎雪儿又再个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。你其实也下此时此刻要将对国外转来，对不对？对哪一篇章转来？日本。过头前一步诶，可能今年的年初要去东洲这国家，哇，真的是一解封就开始到处去玩呢。对，我真的就是一解封，我就是迫不及待的，我就要一定要出去走一走了。而且还不是台湾解封，喺国外解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是出去了。我一看到那个他说那个欧洲已经解封，可以进去了，我马上机票就订了，我就飞过去了。哇，真的是看到雪儿出去了解，就会知道哇，我也好想跟他一起。鼓手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迄个人都要当上我出去了，唔知爱对那一片开始莫怪迄雪儿也把又出的新书叫做《每一次出发都有意义》。韩国一本书啊，同头摆过去嘅几本书，其实冇嘛该共用，对不对？完全不一样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？好，因为以前我都是写一些心灵励志的，对，告诉大家女生你要勇敢，然后呢你要做自己，你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。但这本书呢，告诉你怎么出发去旅行啊。其实这个要他懂得，你就会知道要规划一个旅游，一天不容易的事情，毕竟你要先抛下你的舒适圈，你要走出去，然后你要用怎么样的旅行方式，你要跟谁去，然后你要去哪一个国家，会不会遇到危险？其实这些大家都很担心，很焦虑，而且应该是说大家在还没有出发前就很担心了。对，更不用讲出去了，就是连在订票就想说怎么办？这到底要怎么订？而且他们对机场有一种恐惧感。我也是很害怕机场，因为其实台湾有松山机场哈，讲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机场。它就很简单，小小的而已。可是黑狗你去到国际机场，去到桃园国际机场，那个柜台要20几个哦，看都够乏。然后走进去之后，还就是什么要过安检呐，然后又要先检查行李，有很多东西，很多流程要走。这个其实也很可怕但是因为我天天都在做，这个就很像你去上班，然后骑着摩托车到公司前面，然后一进到里面要打个卡，然后坐到位置里面，它其实是这个流程的。天哪，你知道，因为我有一点点近视，我近视大概快200度、100多度，然后应该平常是某戴某干，我是不太需要戴眼镜，但是我今天如果要去到机场，我一定要戴眼镜，就很怕自己走错路，有没有？然后就要很谨慎的。然后开始这样看四周围的招牌。对，但是我就会跟大家说，很多人其实台湾的机场他不怕，他是怕到国外的机场。对，国外的很可怕。他怕遇到海关不会讲英文怎么办？如果海关拦了，他怎么办？对，我说海关不会问你问题呀，你就是给他护照，他盖完章你就进去可以过去了。那如果他问你问题，你就说来旅游的就好了。所以其实亚本书这一本书就是希望可以借由雪儿很丰富、轻丰富的经验，把你的经验在这本书里面跟大家来分享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经验分享会让大家降低一点点那种恐惧的感觉。对，真的，我觉得帮助非常大，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雪儿到底去了多少个国家。来，前面还有一个时间年表，我觉得这超好笑的，他从2002年。这是差不多大学毕业的。对，我是去那个时候是毕业旅行。
，2002年是开启你的第一次的对，然后那个自己出去玩是大学没有，那不是自助，那个是大学的毕业旅行，所以算是跟团，对，学校规然划后学校规划，然后一群人跑去泰国，对对，那时候我们好像很早以前的那种毕业旅行，就是流行去泰国，因为东南亚比较近又比较便宜，又比较接近中国台湾文化的这个地方，然后一直到2002一直玩到2023。但是我真正自助开始的时候是2011年，我30岁才开始自助旅行的。哇塞！而且你这一次自助旅行就是400天的自助背包自助，哎，对，因为我第一次我就是尝试一个人，然后到国外打工度假。然后再加背包旅行，然后我就去了1年多的时间，然后我就开启我人生的自助旅行，后面全部就自助，一直到2023。然后我回来的时候，大家就会问我，你怎么去那么多天？你钱从哪里来？然后再来是你怎么规划行程？哇，你花了多少等等的时间等等，大家问我问题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就只好把大家问题变成这本书。真的，这里面这里也非常都有一些很实用的表格啊，或者一些资讯啊，全部就都抵度儿童他的分享。但是雪儿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？累积了75个旅游的国家，你旅游的动力是什么事情可以吸引你？其实出去旅游当然很好玩，轻后搞不过工厂没懂 Q 呀，你可能去咖啡离行，你要背一个非常大的包包，然后在你很多状态你可能都是未知的情况下去冒险，那种心情上的紧张感。但是你却有一个旅行的魅力可以支持你，要这种旅行的魅力是什么？我觉得很多人就问我一下，你这样子一直旅行不累吗？我说我很累，我身体很累。我今年7月嘛，我7月初我带我爸去蒙古，然后我回来休息一天，我隔天就去了日本了。然后我现在跟你在露营嘛，对，然后呢是回来就只有9天的时间，哇！我接下来又要去，你又要走了，对，我在8天之后我要去南非了，哇！天哪，南非又是一个遥远的国度，所以内蒙古、日本，然后现在要去南非，对，南非，然后南非结束回来台湾之后，我又要飞到北非，摩洛哥，哇！对，那很多人就会觉得，哇，你这样旅行不累吗？我说累啊，这身体你这样坐飞机一定很累，就是很像工作一样那种很强度的工作。但是我心情不累啊，对，我觉得有时候你要身体的累，你觉得可以过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是有一种热情，我只要一想到出发，我就会觉得很兴奋、很开心。对，我觉得热情它会支撑你一直往前走的动力。所以这个旅行的魅力，就是因为雪儿有一股支持他想要往未知的地方探索的这种心，对，就很像那种海贼王冒险，喜欢冒险的心。对，因为你会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其实我都说这个年纪我们就只是目光短浅一点点，我们不要目光远大，我们短浅就是放在自己。我觉得这很重要。就像我最近看那个电影《芭比》啊，它就是告诉大家，即便我们是女，我们也要追求自己，对，做我们自己，这很重要。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说你们要怎么样啊，要有大爱啊，要有那个远见啊，但我会觉得过了一定的年纪，我们就把目光放在自己跟我们周遭身边的人。那你自己最想要做什么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。对。那我就想说，我现在也没想结婚，也没有想要事业成功，也不想要富贵，也不想要做其他，我就想要去旅行，心灵充实。对，那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对，而且我相信雪儿弟啊，去甲去离行嘅歌场当中，听说都在谈到去甲深度增进的响应。不过可能懂年底离行就会知道，好紧张了，一个人会不会很可怕？那我是不是可以从跟团开始出去？那雪儿其实以前也有跟团出去旅游，那跟团跟自助，你觉得差别在哪里？我其实啊。应该是说，台湾人很多人不喜欢跟团啊，现在渐渐的比较不喜欢啊。不过长辈还是很喜欢跟团，对。但是我就说，其实我也蛮喜欢跟团的哦，到现在也是蛮喜欢。但是我觉得跟团要选择，对，那个要选择你适合的团，因为很多人跟团都是跟比较不适合他自己那种跑行程
紧急的团，或者是购物的团，或者这些他自己都不做功课，所以我觉得跟团的人也很适合这本书，因为可以挑选适合自己的团，因为你要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旅行，对，例如说你喜欢比较风景的、人文的、历史的，或者是各式各样什么博物馆等等，那你依照你的喜好去找你想要的旅行。我觉得自助也是这样，跟团也是要依据你自己的喜好。那我说我喜欢一个人旅行，然后我喜欢买了机票就出发，那个是因为我已经在旅行的过程中找到适合我的方式了。对，好厉害哦，可以买到机票按用说走就走，这个也是我很想要学习的。古松爱美黑看亚本书，好好的拜读一下，到底要怎么样买了一张机票可以说走就走，然后这种面对旅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这种事情，要保持新鲜感的这种心态，这我觉得应该是自助旅行最好玩的事情。对。因为像我这次就是前阵子去日本15天嘛，然后大家就说，那你15天有什么行程规划？我说我没有行程规划，完全没有。其实我前3天是去住在奈良的一个小小的民宿里面。是订好的吗？还是去了才找？我去了的前2天订的，我才发现没有住宿了啊！我本来想要去京都，京都没有住宿，大阪也没有住宿。没有，就是后来发现我去了，刚好是他们日本连假，就很像我们的双十假期，所有人都出来玩了，对，所以我只好订到乡下里面的乡下啊，所以这也是一个意外，去到了日本的乡下去住了2个晚上，哦，住了3个晚上，对，但也蛮有趣的，就是会跟刚好那个民宿老板会讲中文，就会跟他聊天，然后他就会跟你分享一些生活，就是当你没有计划到了那个地方，很多事情它会慢慢的就开始有了，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了。然后他会告诉你，那你接下来可以去哪里呀？然后你会遇到同伴们跟你说，哪里有祭典可以去啊？对，所以你看哦，旅行就会有很多神奇的事情会发生。不過說到旅行，有嘛該聽說啲嘅事情哦，下一趟節目會同大家來講。我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個再來。好，非常大家有陣都復起來咧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學佢6年新出的書哦，很多每一次出發都有意義，特別出發都有意義。我同大家來分享當中同旅遊有關的同使用嘅自信到底杯。故說今日難得有請到雪兒來到節目當中，當然沒有來代替我們的鄉親朋友問雪兒，要的自助旅行要注意哪個事情？比如講。第一件這也是大家很煩惱或很擔心的事情，預算有限怎麼辦嘞？對，很多人就問我說，我想要出去，但我沒有錢，我就會說，你有錢吃飯，有錢上班，有錢這些東西，你就可以把這些錢存一些錢出來。對，那你只要存到一定的數量，我覺得基本上出國只要大概15000，它其實就可以出國了。我覺得大家很難想象15000這種數目字到底要怎麼出國，因為黑共董董你還把這個機票的思維留在以前傳統航空的思維，可能就會想說15000我機票就沒了，可能還不夠。對，但是其實現在不一樣了。對，我其實以前買過最便宜的機票是1200塊來回。哪裡呀？馬來西亞。馬來西亞1200塊來回呀，它去澎湖啊、金門、馬祖都要4000多塊來回。對，然後其實我以前也買過東京1700塊來回。哇，這是搶票搶到的嗎？對，但是其實你現在如果不用搶票的話，你現在飛曼谷哦，其實5000塊也有來回的。也有，而且是一般正常價。對，然後我最近聽到最便宜是菲律賓。
大概3000块左右就可以来回了，含税。真的是比离岛便宜。对，所以其实你现在出国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的贵。那如果你会自己订住宿，然后你会定行程，对，那你可以把你的预算降很低，而且因为国外的住宿很便宜。没错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雪儿觉得比较便宜的国家大概是什么价格，跟台湾的住宿有什么样的落差？我跟你说，泰国的住宿真的超便宜的哦，我超喜欢泰国。对，因为我刚刚才跟那个医生聊到，就是像我在清迈嘛，我去年去拜县，我7天住了7个饭店。你当一波每天都换？对，然后我有住茅草屋，300块台币含早餐。300块台币还有早餐，然后是自己一个人的房间。对，没有自己一个小木屋。哇，对，里面还有就是热水，然后浴室，完整的一个套房。没有这小木屋300块。对，全部给你。哇，对。太棒了吧！才300块，听听，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台湾300K 可能真的没办法。然后清迈的大概是600块台币，有那种泳池的。哇，600块就可以游泳池，而且就是在清迈的市区里面，就是古城里面最好的位置。很便宜耶，对，所以其实真的旅游模很熊哎，按规不用花的这么多钱，你只要订到便宜的机票。便宜的住宿，对，哦，基本的就有了。然后你知道，就是清迈的东西又很便宜嘛，他们的那种米其林推荐的餐厅，你一餐吃下来50块钱台币有找，50块钱台币，哇塞！因为他们那可能饮料好了15块的也有，对，然后。什么？我每一天都是泰奶2杯在走的，你知道吗？行走的泰式奶茶饮料机。对，他们那里的物价我觉得比我们小时候的物价还要再便宜。对，因为泰币跟台币其实我算法是算差不多的，差一点点而已。对，但他们物价又在更低，又更低，等于说我们打0.9，就是打折了嘛，9折价这样子。然后你看住宿这么便宜，吃东西那么便宜，搭计程车更便宜。我就是对随便都是叫车，然后嘟嘟车去哪里就50块钱，对，你根本不用走路，是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出去？然后他就说啊，那你安排什么行程？我每天就去喝咖啡，因为清迈超多文青咖啡厅，然后咖啡1杯50块台币，而且不是说路边摊哦，是美美的咖啡店，对不对？对，里面可以拍照拍一整天，然后只需要花50块钱台币。然后我回到台湾好了，台湾可能你在文青咖啡厅1杯可能要150到200，对，然后你再加个甜点就300-400，就是吃一餐的价格了。对，然后清迈50块1杯，对，差太多了，而且很多可以选，有椰子美式咖啡，有柳橙，因为他们就很创新这些东西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天气热就去喝咖啡啊，然后晚上呢逛夜市啊，对，各式各样的旅行，所以我觉得你有多少钱，那你就去。多少地方这样？对，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想讲便宜就吃到可能这个旅馆一定很可怕，其实没有。刚刚雪儿讲的这些，应该全部都有在他的脸书看过，他去分享的这些照片，全部就吃到呆起来东送快，然后就只会想说。怎么会这么便宜？这个价格真的对，所以只要你愿意，只要有一点点预算，你就有机会可以出国玩了。没有错，而且我觉得其实交通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复杂。对，因为每一个国家大家也会想说啊。因为台湾的计程车很贵啊，对，但是其实东南亚的计程车都挺便宜的。对，而且手机 APP 你就可以输入地址，然后它就会告诉你钱。对，不用跟他讲话，这个很重要，语言不通就会害怕啊，怎么办？不用，就是手机 APP 就好。现在手机很方便。没错，古手同泰亚共，就算预算有限，你还是可以出去玩的哦。雪儿达人解答这个问题。那接下来第2个问题。语言不通怎么办？我们刚刚算是小回答了一个，计程车可以用手机 APP，我们可以叫这个计程车。对，那其他部分呢？很多人都会说我英文不好怎么办？我说他也不会讲英文啊，去泰国也不会讲英文。对，很多人是不会讲英文，而且其实泰国很多人会讲中文呢。哦，对，因为离中国很近，而且很多招牌都有中文，菜单也有中文。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国外想的就是很像
啊，我不会英文就不会出去了。像很像墨尔本机场，或者是欧洲很多的机场，其实它现在都有中文标识了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还没有去过欧洲，我确实有一点担心。然后你就发现有中文机场，然后很多的人，其实你会发现，其实非常多亚洲观光客，尤其是中国的、台湾的，你随便抓一个路人都可以帮你翻译，这么方便。对，而且你知道现在有 APP， 你知道我偷偷他们说，那你这样出国怎么办？我就说用 Google 啊 ，Google Translate 翻译，对，然后你就是直接讲话。然后它就会翻成当地的语言，有150多种语言可以让你翻译。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更厉害的，讲话进去，例如说讲中文，然后呢，它就会直接翻译成英文。哇，对。然后因为我为什么知道，是因为旅馆的人他们也不会讲中文，他们也不会讲英文，他们就会打开那个地方，你讲话。哦，就这样就可以沟通了。对。你不用写任何的英文，因为大家都想，我又不会写东西，我怎么转？不用，你就讲话就可以翻译。对，它直接翻译成那个国家的语言，好方便哦。故事很宽，语言不通也有办法解决。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旅游大家常见的迷思或是问题呢？如何规划自助旅游的顺序？因为太卡可能会知道，自助旅游我到底要先从哪一步开始？尤其是没有做过的人会很害怕。对，他就说最后说我还是跟团好了，至少前面不用太烦恼这样子。对，但是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的复杂。第一件事情，你要去的国家，你要看他有没有签证。哦，是不是开放台湾过去的，是不是要申请签证？对，像我们台湾最简单的就是日本，拿了护照就可以去；韩国也是拿了护照就可以入境，这种就是不需要签证。对，但泰国你就要先需要申请签证，但也不麻烦，请旅行社代办就可以了。对，旅行社代办，我记得好像代办费应该100多200而已。对，然后你就寄过去，然后那个签证就会下来了。然后再来就买机票。对，那现在很多的那种旅行社还有那种网站，它都可以帮你去搜寻最便宜的机票。对，它就会把时间然后最便宜，你可以照顺序，你要最便宜的放前面，然后什么周末出发的放前面，对，或者是你想要哪一种航空公司，你还可以选。还可以。以前我们好像是说我们一定要找传统航空，但它就是一次列10几个航空，然后每一个时段你都可以选。对，所以你可以自己上网，然后去找机票。对，那你也可以订阅一些就是机票达人的粉丝团啊，有，要促销要抢票的时候都会发通知。对，然后我就说你不用那么每一天都要上去关注，你就看到有人说特价出来了，然后就赶快上去看就可以了。对，订完机票，交通住宿呢？对，然后订完机票之后就开始订住宿了嘛。那住宿其实你也可以网站上，像很多国际订房网站，对，像 Agoda、Booking 啊、Hotels.com、Expedia 这些，你只要上去输入我要去大阪，几号到几号，它一样就给你全部的住宿，全部都跑出来。对，像我这个预算比较低的嘛，我就可以限制是我要1000块钱一个晚上以下的，一样很多，还是有，你就可以选择。对，然后你一个个进去，我都会很认真，一定要看评价。我也是几分，这很重要。对，我就是评价一定要8分以上，然后我都会看人家有没有就是对这个旅馆有负面评价，负面评价就剔除。原来是这样，故事很抠。我们这样子花一样小小的钱，但是你只要有像雪儿书里面就有规划，像这样子的很实用的一类表格，你可以跟我昆德亚表格一步一步慢慢来，你一定可以拟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自助旅行的计划，而且很完整。你只要照着他的书一步一步做，每一步都做得扎实，这样就很棒了。没错。故事給我們節目同大家來分享雪兒的書，每一次出發都有意義哦。還有動動都有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。
吼，今日节目当中也有请到雪儿来同大家分享家个心事，还有家个旅游嘅小秘诀。其实讲的按到雪儿真的是同台风同大家来分享吼，尽讲尽多，尽讲尽多。还有前面一个问题就是，你去旅行的时候啊，可能会结伴，那结伴的时候可能会注意懂懂事情。其实雪儿自己也踩过很多雷，这些经验也都在书里面分享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人很害怕一个人去旅行。对。那我就说，那你就可以找一些朋友哦，对，然后或者如果自己的朋友找不到，那你可以在网络上揪伴哦，对。但是有些东西你就是要事先都要说清楚，例如说钱啊、行程啊、大家怎么分配工作啊这些东西等等。那如果真的其中遇到了那种公主病、王子病，然后一些很奇怪的人，那你要学着怎么去放生，对。所以其实这也是很重要。黑狗当然有旅伴有很多好处啦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一起 share 啊，分摊一些费用啊。但是面对这些旅伴该怎么样处理，有什么事情要注意的，雪儿也都在书里跟大家分享。对，因为我真的踩过很多的雷，我就是心血，然后雷包，然后都放在里面，告诉大家要小心。如果你遇到了，不要担心，我也遇到过。对，故说同大家分享吼，听说我了可以啊本书来了解，生人爱用办去旅行生人会注意嘛该事情。唔但像按雪儿其实尝试过非常多的旅游方式，跟团、自助、跟不同的人、跟爸妈。这个太嘎糖那可能就会吃到内营养。其实爸妈也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小孩不带我出去玩？爸妈也很疑惑啊。这么该同生意的出去聊有什么不对吗？为什么小孩会有点抗拒这件事情？雪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其实带我妈第一次出国的时候，我就发誓我再也不要带她出国了。啊？但是你后来还是有再继续带她出去。我就是隔了2年之后，心情沉淀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带爸妈出去的儿女都会很受伤。哪个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各个部分，我都说一个人出去旅游，你可以得到自己。对，你跟爸妈出去旅游，你会完全丧失自我。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满足长辈的需求嘛，但是在满足长辈的需求，七感就会知道我的自己的哪里是不是不见了？就是你会觉得哇塞，我一个人出去旅游，我想去哪里，我吃什么东西都可以，但带了爸妈，你要配合他们的早起时间。我爸妈可能4点这样，对，然后要配合他们的早睡时间。我爸妈可能8点，对，然后配合他们的吃饭时间、饮食，3餐都要吃。对，累了他要休息，下午睡午觉。对，什么东西不吃，因为你知道老人是很固执的，他们习惯了他们的生活，没有办法像我们可以随便一下将就一下都可以。对，或者是说，我跟他说，这个地方的日本某个料理特别好吃，我带你去吃，他不要啊，他不要，他连了解都不了解，就说我不要。他就是你知道，下港印嘛，妈妈也下港印啊，下港印就很省钱嘛，太贵耶，太贵了。然后这个料理不要，例如说跟团，他就只能吃那个料理，所以他只能吃了。可是自助他就觉得太贵，他就要点最便宜的。要帮你省钱啦。其实也没有帮我真的省到钱，但是你知道他就会很生气啊。我都规划这个行程了，然后我觉得不知道大家父母也会这样，他看到门票太贵了，他就不去了。我觉得会耶，就是会心里会觉得舍不得，有点舍不得，所以我觉得也要跟天司机条前观众朋友可能你有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迄个人个生意呢，爱带人的出去了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他们放宽心呐？对，不要为了省那些钱，我钱都准备好，我才带你出去玩的。对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我们有能力，我们才会做这件事情。真的，不然你知道，就是带你出去，意见又一大堆，然后又跟你说这个不要，那个不要。然后最后就说我什么都不要，就很挫折，而且人在国外，对我又不能说把你给我现在明天买机票给你送回去，对，所以
真的很挫折。对，那2年之后为什么又重启了这个计划？怎么样让这样子的旅程跟父母出去的旅程变得比较平和，大家都快乐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其实我们很想要经营跟营造一些快乐的亲子回忆。对，我觉得我就跟大家说，带父母出去旅行没有什么特大的特权，就是什么，你就是一个完全的仆人就对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啦，周生也难得让父母亲享受一下，难得啦。对，他们要干嘛你就顺着他们的意就对了，你不用想着说哦一定要顺着，因为我以前会很挫折，是因为我想给他们什么东西，然后我想要给他们最好的，吃什么样的东西，我会想要我规划的行程，他们可以就是按我的喜好，但我后来就决定就按他们的喜好吧。所以反而透过喊卡了解给他的，去跟他们讨论我们很不用讨论，不用讨论啊。爸妈跟他讨论没有用的，没有用。你就像我妈就是一个哈港语嘛，很节省嘛，客家省钱一节嘛。好，今天吃泡面，我妈开心了，路边摊开心了。这个你不要去，没有关系，换下一个。对，这个跟他讲，今天晚上住宿只要3000块。很便宜，有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就是雪儿跟爸爸妈妈出去玩的照片，对，好棒哦！其实这样真的很快乐哎，因为我其实也超级想要带我爸爸妈妈出去玩的。中爸爸、中妈妈，黑公你还有这个宽天师，我真的很想带你们出去玩，你们放宽心好不好？因为雪儿在书里面有分享你带爸爸妈妈出去聊的心情，我好羡慕哦。我觉得带爸妈出去旅行跟在台湾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你跟他其实也有类似像朋友的感觉，你们可以去聊一些你们平常生活以外的东西。像有时候我会跟我爸妈就会聊到生啊、死啊、疗养院啊，因为在国外好像很多的禁忌都不是禁忌了，因为我们就在国外心情不一样，对，心情不太一样。然后我最喜欢在国外，每一天就问他今天去哪里啦，这个礼拜的行程是什么，其实他们都不知道。对，但他们就说我吃过了那个料理很好吃，那个温泉饭店很不错，他们的记忆是好的，我觉得这样子就足够，这样就够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，因为爸爸妈妈都在皮时间不一定这么多，所以真的要趁自己有赚钱有能力了，然后爸爸妈妈还走得动的时候，赶快带他们出去玩。对，而且应该是说他们对于去哪里国外的印象特别的深。对，你问他说你去过哪里？去过日本哪里，他都记得住，他们会一直记得。对，但是你说在台湾去哪里，他们反而有时候生活的东西记不得，但是带他们出去的旅行的印象记得很深。对，没错，我爸爸妈妈还在念他们以前蜜月去泰国玩的事情。30多年前了，30-40年前都记得这么的清楚。对，故事很可以讲的案的，基本一讲的所有跟内容，学书里面都有写，都有跟大家来分享。亲密人节目跟有发给公就要来问雪儿，天哪，我的题目超多的。我先来问一题，这是一个选择题，你要2选，就是去或不去，哈，这个回答是去或不去，你要选一个。好，题目是带10个曾经问你为什么不结婚、不买房、不买车、不找个稳定工作的3姑6婆出去10天，但是回台湾之后可以获得1000万，你去不去？去。因为雪儿真给读到动脑年纪问一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总嘛该唔结婚，总嘛该唔用生意呢，总嘛该唔请那稳定的工作。但是即便要带他们出去玩10天，回来可以拿到1000万，你愿意？因为我觉得我在10天之内，我可以教育他们。他们回来就会说，你不结婚是对的，因为可以出去玩，可以这么快乐。我跟你说，我带了很多人出去之后，他们会觉得哇，你的生活太棒了，出去玩这么开心，不结婚是对的。你下次要带我们去哪里玩？好棒哦！你看雪儿就是散发出这可以拿，多开心，又可以教育他们，回来可以拿1000万，多快乐。然后
所以你看哦，雪儿亚的心情，她不仅是把这个旅游工具写在书里，她也把她的这些心情跟她的乐观全部都下到底包，包含着她一些抱怨，比如说她曾经有说一些什么她的旅伴很雷呀什么的。我其实还常常怀疑你的旅伴会不会看你的书，发现这个你讲的其实是他们。我觉得他们搞不好可以对号入座一下。所以你看哈，按神切一本书，每一次出发都有意义。雪儿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。我觉得啊，就是许多人想要踏出那一步，都是会害怕的。但我的其实书里面第一章节说，我其实很晚才出发自助旅行，我英文也不好，我又很会迷路，然后我又很会掉东西，然后呢，反正我觉得我的条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我都可以出发去这么多的国家，我相信我可以。你也可以，冇錯，雪兒做的，大家聽錯未做的，我就希望大家有限的時間，聽錯做的出去了，還可參考一下雪兒的書，每一次出發都有意義。今日也非常感謝雪兒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雪兒，謝謝。沒什麼，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舒緩休息一下，聽聽欣賞嚟做運動哦。節目好看冇啊？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，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網站，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還個啊，影片啊，記得分享出去哦。